也因此，今天我们站出来告诉大家，民进党立委做不好的地方，换人做做看，换国民党的战将、国民党的立委一起为新北市400万人来打拼。所以，新北第一选区交通建设孟凯来做。今天12个选区我们一起合体，就要祝福1月11号之后，我们新北市都可以一定幸福，两全其美，三阳开泰。虽然当选预言，我要来争取统筹分配款完全到位，争取我们新北市更多的建设和社会福利。未来在这边拜托大家，第2选区灰金宫黄桂兰立法委员，拜托大家。无法度北下的是爱。所以我们韩国瑜要当选，中华民国要赢吼，立委换咱做吼，咱新北市的市民就不会沦为2等的公民。咱爱的就是和平、安定、有尊严的生活，尤其咱的老大人更加爱有尊严的生活。咱的政府更加爱投资在咱的少年家，甲咱的囡仔身上，也就是青创产业，让我们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。他骂民进党做不好，骂大家。各位好朋友，蔡英文总统治国无挂波，选举选撇波。我们看到中共的飞机飞过去，他说他知道了；中共的航母开进来，他说他知道了。完全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，我们每一个立法委员都想做基层的工作，中央的立法，陈明义敢说肯做，跟大家说道理。如果他不讲道理，立法院所有跳梁小丑，当他们如果不讲道理的时候，我跟林国春，我跟黄世雄站在第一线，我们比坏人更坏。几个月啦，看到我们苏贞昌院长啊，一到新北市啊，就不断的撒钱。而且口口声声说啊，这钱都我出来啦。但是我试想，这些钱不是人民的纳税钱吗？所以我地方有很多的建设，4年任期，3年看不到他的女儿，而今年就特别的冲啊，拼选举。那今年的建设也特别多，但是很多的建设都是他老爸来救他女儿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作为大可不必。台湾目前大家看得到的是，不怕养育子孙，只怕没有子孙。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我们争取的预算，除了是我们新北市统筹分配款，按照人口的比例来，我们希望把投资放在我们的子孙。希望各位支持林国春，探及马武春，代代春有后家孙。谢谢大家。我起码可以换掉3个教育部长，所以呢，只要这个教育不公不义，柯真一定站在第一线上，后面的12位都会站在第一线上面。蔡英文来到板桥时，告诉大家，板桥先赢，台湾一定赢。各位，我们板桥的委员已经告诉大家，板桥国民党赢，中华民国也是国民党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要选柯真，我们就一定办法让大家处处感恩。所以祝福大家，谢谢各位。公窑来照顾我们，保障我们军公教哈。民进党哈口口声声左手喊没钱哈，喊缺钱呐，要军公教来共体时艰，右手哈竟然大撒币哈，减建国造啦，任何的一些经费哈，采购军购啦，大撒币之下哈，来欺骗我们的军公教哈。这个年改我们会好好的来做一些检讨，也希望能够保障我们军公教警消哈大家的权益啊。让我们服务升级，综合加分。希望民进党什么都做不好，靠这个可以说选举无半步啊，治国无半步，选举全部数，靠10大奥步，学历靠保密，演讲靠读稿，治国靠恐吓，选举靠撒币，声量靠抹黑，团结靠酬庸。政绩靠吹牛，选票靠绑桩，政绩靠诈骗，造势靠便当。我想，这个就是民进党选举的10大奥步。那都是静悄悄，都没有声音啊。那么，这个台湾安全，人民有权，站出来啊！因为现在是奋起行动，扭转未来的重要时刻。今天
我们12位立委的候选人，就象征中华民国的12道光芒，全部全雷打，照耀新北市，照亮全台湾，照亮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有专业、有经验的李永平，一旦重返立法院，会拼观光、拼交通、拼细致的捷运，把瑞芳创造矿业的文创园区，以及金山万里共聊平溪、双溪海岸观光、生态休闲，翻转人口外流老化的弱势困境，让年轻人回流，有创生，好未来。票投李永平。起飞，国政领航，台湾起飞，南京出击，新北红不让，南京出击，新北红不让，韩国瑜，动算，韩国瑜，动算，立委，红不让，红不让，红不让，立委，红不让，红不让，红不让。